彭麗明。大家好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大人哋有刺客護駕。阿李斯啊，你唔好喺度撕裂啦！呢度係香港電影金像獎。本相點會唔知道呢度係香港電影金像獎啊？我而家問緊你，你捉咗大王去邊？我係嚟頒獎。無需再抵賴啦！項太傅、廷芳同埋琴清姑娘皆列坐於席下，只有大王不知所蹤。你有陰謀？我冇陰謀啊！發生咩事？點解會咁㗎？此乃電影音效之威力也，能洞察人心。秦國人都知道電影音效？失禮，略懂一二。來人！